10月18日，願主引領我一生。經上記着說，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：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門徒。你們必曉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。約翰福音8章31節。讓我們同來思想經上的話。古時未有街燈，夜間路上漆黑一片，人要摸黑走路。詩人形容神的話是我腳前的燈，是我路上的光，是相當合乎當時的文化環境。相信當時熟悉舊約嘅猶太人對掌握這比喻毫無困難。主耶穌提及信徒要常常專一遵守他的道，才是真正跟隨他的人。當人常常將主的道藏在心裏，反覆思想，他的話語就會發揮出光及燈嘅功能，更會因着主愛的激勵，叫人有能力離開惡道，不再被罪轄制，得着真正嘅自由，走在光明的路上。讓我們同心禱告，引導人懂得棄惡擇善嘅主。願所有在人云亦云中跟了大隊，在無知中走上歪道的，以及那些沒有自由意志作正確事情，反要心思思行在慣性嘅罪中，今日都要醒悟過來，因為基督耶穌嘅福音就是叫人得自由嘅真理，使到人明白真相，叫人有能力離開惡道，回轉認識神。挽回世人嘅主，求你釋放這些被轄制嘅心靈，賜他們有能力行在正確與美善中，服於聖靈嘅管治裏，真真正正享受一下由真理帶來嘅自由。主耶和華，求你叫真理嘅話總不離開我口，因我仰望你嘅典章。我要常守你嘅律法，直到永永遠遠，因為唯有你嘅話就是生命之道。我要在你嘅律例中自樂，我不忘記你嘅話。主啊，願你提攜我，引領我，直到永遠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心靈回響，主的真理使我有自由棄惡擇善，走在平安的路上。